朝天的美丽的在山上，美丽的天地的实在引发马赛，点肉设备制作亚界的公费的国同胞原因，带来带来基本建筑天然配件，就是公费设计，来往策动侧面讲的用法马赛，让人觉得美丽天地的直接运动把玩起，这个逻辑稍微差距引发马上一切能够有。文化是促进各民族团结的动力，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核心。发扬传统文化是提升道德修养，不仅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发展，更对世界整个世界和平有建设性的意义。跟这个配备找不到怎么做，就从老师的工作和单位优秀岗位的，马从阿江的搞不清。对面我做天地美丽的天地上，美丽的在山边上找我去了，我在学习一帮马赛，家里我推荐学习。诸位尊敬的来宾、兄弟姐妹们，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今晚的晚会，我们感到非常的感激。这也是我们各民族协会团结最好的证明。谢谢大家。方面国际要不拿着拿，推荐起，马上利用工作学习。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，谢谢。杜布拉的杜布拉，姐姐的你那个一的索呀兰家的妹妹妹啦，地里这是长的松巴拉木。配备主播的中国南吧，这南边罗萨上罗萨来展示的嘞。那罗萨吧，出去陆地啦，美丽场地永远展示手。那罗萨吧，场地陆地啦，马尼他有水展示手。那罗萨吧，出去陆地啦，边头破腿展示手。古树里家天不大步扎西树，松叶家里苦有大步扎西树。土星加塞相信大步扎西树，对南那么见度扎西树。他这里配备女主两个准备给心里那把。广东高了预备白领出租车预备出发卡的出租当出现那把。这头手里当全家手里。美丽的处理出了什么地的路被都记并入那吧，在这边被逐步的那吧，现在有种广东就被都记并入用了，他们年平均已经条件储备过呢，路上把了场地展示的数据展示的嘞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on behalf of Tibetan Cultural Association, I would like to welcome all of you. Brothers and sisters gathered here tonight to celebrate Tibetan traditional New Year. Happy New Year, Dashidele. 金龙辞旧岁，银蛇送春来。飞上的雪花是翱翔的音符，快乐的烟火是腾空的舞步。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时光的车轮又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。伴随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，2013年如约而至。新年拉近了我们成长的距离，新年染红了我们平淡的生活。在新年的喜悦中，我们畅想未来；在新年的欢快中，我们走向明天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、亲爱的朋友们，大家新年好！We wish you, our guests, and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the world a very happy, healthy, peaceful, and prosperous New Year. May you all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night. Please enjoy the Tibetan traditional singing and dancing and a delicious food. Now raise your drinks because we are singing a song for toasting. 又是瑞雪飘飞的季节，又是辞旧迎新的时刻。回顾过去，我们无比自豪；展望未来，我们满情豪怀。
语的佳节礼，让我们捧着洁白的哈达，伴随着敬酒歌，走进今天的晚会。谢谢大家。参与青色的德尼北极诺萨巴夏的甘尼并且呢，总体各级别的这个你们的战西边你们电子边你们，北宋出边你们，他不是都这个叫中国的这边，他们这边都基比如呢，咱里干了这边战西边就起地了，俺说你去就特点出边过呢，西北大气一类加成的，洛杉电子。什么大气改善区呢？大些地方，那么今年长期必须应白，并且呢，都中国呢呀，线路呢，赶紧去。아니 당만수 스물로니버디 시마다지 계산 출연만이야 너야 비주임be 현재 토크분하러나 가린시
好，马上到中国的这些年的视频，新年快乐，这些年。让我们的心上哪有？
Yeah, in the city.
专心点嘞，过了专心点嘞。